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20。申命記31章第8節安尼講：耶和華要行佇你的面前，伊要甲你直地，伊無離開你，也無放殺你，無得驚，也無得論。三甲來祈禱，要行佇阮面前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用公義的正手扶持阮，用你的氣力堅固阮，用你的恩典幫助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佇阮經歷患難、面對困境、甲袂通知的明仔日，心內充滿驚嚇的事，互阮通倚靠的慈愛天父。為着你的疼，我要歡喜來感謝。主啊，當對敵佇阮的頭前設下陷阱，當濟濟艱難將阮圍困，當眼前只有困苦甲絕望的事，你對阮應允講，你要行佇阮的面前，你要甲阮直地，你無離開阮，也無放殺阮，無得驚，也無得論，因為你是阮的上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伊要行佇咱的頭前，時刻甲咱三甲直地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